谢谢大家。主任、会长台商会的老朋友、先进、年轻朋友们，很高兴好像回到娘家哈。你们可能不晓得，其实我是旧金山湾区台湾商会，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我跟陈振慧应该是跟那个诸位在一起创会的几个创始的理事之一哈。包括那个台高会哈，那我特别喜欢那个旧金山湾区台湾商会啊。你看你们20-30个人，那个菜都是40-50个人的量啊。这个就是我们台湾作风就是很阿莎里啊。那这个会呢，就是朋友先生太太们都是这样，很热情，朋友一交都交一辈子啊。那我后来因为跑去搞玉山搞去跑别的东西，就有一段时间比较没有接触。其实呢，对台湾商会是真心很想念哦。那尤其一喝到好酒，就说哎呀，老朋友最好都聚集来一起喝好酒哈。所以我想大概过几个月吧跟 Jeffrey 还有跟那个 Paul 哈，我们来研究一下，到我家来办一个活动，因为我家还蛮大的，可以多少人来都没有关系，我们来办活动，这是没有问题的哈。那个，不过今天这个演讲哈，大概是我这10几年来在全世界讲了300-400场最特殊的一场哈。他那个何会长就写一封 email 说你来演讲。我说来，还没有跟我说要讲什么，我就说好。那我上礼拜，因为我想说会碰到这熟人嘛哈，那我就拿那个上礼拜在台湾演讲这个题目就延续下来。为什么叫摇滚天使？那一天是在亚太会馆啊，那天来了200多个人。有那个金管会副主委最美丽的那个，除了我太太以外最美丽的一个那个单身金管会副主委那个叫李继珠，然后有那个马英九的老师叫做徐小波，然后有那个中华开发总经理叫曾垂基还有一堆人，然后他们就准备了一部钢琴，又准备了一把吉他，那我就钢琴弹了3首，中间他们有2-3个人一起来唱歌。那吉他弹了2-3首，有一堆人就搞得跟同乐会一样，但人家都知道，因为听我演讲本来就很轻松嘛。那然后吃喝玩乐，中间回去还很感动还很感动，对演讲还蛮感动的。所以今天呢，因为 Frank 也很看得起我，就说你来讲，随便你定题目，我就说，因为是老朋友。那就是说吹牛的东西就不能讲，就材料就去掉一半。那另外再一半呢，就是说要分析投资分析市场这种东西，好像又太生硬，所以又去掉一半那我剩下我想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大概年纪大一点，常常会做一点这种回忆回顾。就分享一些过去的心得那这个对不对没关系，就是说这是我的意见嘛，我的意见我的看法，1个小时跟大家分析一下。那有一些人没有听过我演讲，那听过我演讲的人知道我有一点点喘气的问题但是那个最近好像股票好像有点回来，就气喘就好一点很多人大概看过我的书其实我写书以后才知道，满街都是写书的人满街都是写书的人，谁动不动就写书，那所以写书这件事情其实不是特别稀奇的那我有一点是还不错，就是我每一本书居然都卖得不错在台湾都是金石堂的 Top 10。那第一本书是2003年的这个是不是有 pointer 没有好。我有另外的。No, it's all right。我有 pointer。好，那个
第一本书《成功还不够，快乐才是至宝》是2003年的金石堂全年第2名啊。然后第二本书2004年台湾的经济部的那个最佳商业书籍啊，那得金书奖。然后去年年底出了这本书《成功者的教养学》，就把10几个人很成功的人，他们回顾20-30年教育子女，什么地方做对了，什么地方做错了，什么地方要改进，什么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前一半。另外一半就访问好几位这个20几岁的年轻人，他们回忆跟父母亲成长的经历哈，那集合成来叫做《成功者的教养学》。刚出来的时候9月的时候，因为张世杰帮忙哈，买了100本，所以冲到那个教育类的第2名哈。第1名是虎妈哈，第1名是虎妈，我是第2名几个礼拜。101本。101本。然后过了3个月以后，虎妈还是第1名哈，那我早就不知道掉到什么地方了哈。不过这本书很多人看过哈，尤其你不管是你小孩多大，这是大家的经验分享，他们觉得说还不错哈。那我不晓得了，这个反正就是这种事情跟所有的事情一样，都是市场做决定嘛哈。那不过我要说的就是说，虽然我自己蛮自豪我的书都卖得不错哈，像这本书卖了好几万本，可是呢，科技人写书自以为很了不起哈。后来我就受到一个很重的打击，就知道原来科技人写书也没什么了不起。我这本书在排行榜有4个月，有第8名、第7名、第6名、第5名，一直升到第2名，没有升到第1名过。那有同样一本书，每个礼拜都骑在我上面，我第8，他的第7，我第7，他的第6，我第2，他就第1，好几个礼拜哈。那我看了这本书是什么以后，我就这个万念俱灰哈。那一本书就是那个有一个3个少女的合唱团叫 SHE 哈，他们的写真集哈，他们的写真集。那这一场演讲是在台湾的中部，那天台风天，整个体育馆一共3000多个人哈，3000多个人。那演讲讲了大概3个多钟头吧，3个多钟头讲的，那天讲的是说，人人都有机会成功哈，讲的还蛮感人的。讲完以后，我看很多人来跟我签书哈，签书啊，有的太太还流眼泪。我就问他说，我很得意啊，我说你是不是被我感动哦？他说林老师啊，我是有被你感动，不过我流眼泪了，实在是因为你讲的太久了，那个害我没有办法上厕所，忍得痛哭流涕。所以呢，我的演讲很自由哈，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进出，我自己对我的演讲很有信心哈，所以你走来走去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哈。那我跟在座很多人一样，这就是我们这一生的写照。我们这一生到美国来，回到台湾，去了中国大陆，将来去什么地方不晓得。其实我们都是在找机会。那今天的演讲就是说我20几年在矽谷、在台湾、在中国做了这么多事业，我对机会这件事情的看法，我对成功的人的看法，我对失败的人的看法，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看看我过去做了些什么，要讲这些东西，我自己总要有一些资格嘛，对不对？那很高兴跟大家，这是我做了我的部分的 list 哦，我大概20几年创立或投资，或率先投资，大概50个公司哈，到上个月为止，一共有24家成功哈，大概有14家上市，10家卖掉。那简单来讲，大概是我就不要一个一个悬疑哈，就是我写红的这个字，就是说这家公司，这家上市的公司，
他收到的第一张支票是我的，也就是说，我的股票叫做 Prefer A1 啊，或者至少我是那个 launch 的这个 group 里面的人。这是一个做 IC 设计软体，这个是一个 Voice over IP， 这是网路的，这个是很有纪念价值啊。就是我们另外有一个台商会的创始理事叫陈振辉哈。他现在因为常常跑拉斯维加斯，所以大家忘记他。其实他以前华人的这个商业中心最早做的是他哈。王大成说是他最早，其实不是，最早是陈振辉哈。后来我们就卖给印度人，也赚了10几倍吧。那是后来是做 IC， 然后做光电。那这一家很有趣哦，你们会看到哈，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经历的变化哈。开始都是美国。后来做的事情叫美国台湾啊，后来就美国中国，那最近做的很多 case 是中国啊。那像这个 case 呢，这个 case 新奇科技是2005年到2008年台湾串起来最快的电子商务公司，从3年里面冲到250个 million， 超过张宏志的 PC Home。那在最顶点的时候卖给雅虎哈，那时候我是负责那个上市或者诟病的那个理事，那时候卖给雅虎，那卖给雅虎以后，过了3个月呢，就那个 Lehman Brothers 就破产哈，所以这个也不是说我们时间对哈，因为你做对的事情，其实再怎么样我们都是有机会啊。那这个你知道，这个公司现在是大概2个 billion dollars， 是我们向子元做的 ，Fortinet 啊，是那个做网络安全啊。那这一家就是一家光电公司，我是创始的董事，在美国呢做了7、8年做不下去，整个搬到台湾再经营了4、5年以后，去年上市，现在在新贵。大概这一阵子会挂牌哈，那我因为后来没有在里面当官，新贵的时候你们不要告诉我那个 co-founder 哈，那个他姓龚哈，那个我70几块的时候全部卖掉了哈，那现在20、30块，那最后一个很有趣哈，这一家叫做卫宁软件哈，是中国第1大的这个医院管理软件，它在中国有超过1000家大医院。用它的软件啊，从这个医院管理到 radiation 到 laboratory 到这个 PACS patient activity 啊，这都是很有趣的公司。这样的公司呢，在美国有一家叫做 McKesson， 它只有350个医院啊。那当然还有别的东西，它的 valuation 是3到4个 billion dollars 啊。那在中国，这个公司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那个不合理的这个 PE ratio， 这个公司还算普通哈，但是赚钱。上市那一天回收是70倍哈，那你看这几天回来，反正我还不能卖嘛，大概就55倍左右。那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反正现在筹码少，资金多哈，那这个很有意思哈。那他们也跟台湾一样，现在渐渐开放，在吸引各地的人去投资哈。然后我还有其他一些新的公司，不过就是要特别讲清楚，不要以为说我做的事情都很漂亮啊，因为我有很多没有告诉你们的，很多鼻青脸肿，啊，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啊，有的那个亏得一塌糊涂，亏到那个真是那个脸都变绿的那种公司啊，那个是很惨的啊。